儿童福利联盟调查发现，讲有2成的青少年有中度、重度的情绪困扰，有的甚至有行低路的想法。儿福联盟是指出讲，虽然教育部去年开始开放囡仔会当来请身心假，也毋过有学生是表示讲，想要请假受到刁难，实际上使用的比例嘛，干那6%尔。最近才拄开学无偌久，伫高雄就有发生一件13岁国中生下落楼的案件。根据儿童福利联盟调查指出，即卖的青少年有2成有中度、重度的情绪困扰，功课压力占57%，经济压力占56%，家庭压力占48%，过去有创伤的38%。这个问题若是无解决，会影响因的困眠，搁较严重会想袂开，有自杀的想法。在人际关系的议题、家庭的议题，以及在那个就是课业压力的部分，其实都是蛮让孩子可以快速的很焦虑。那其实我们就是发现，其实在辅导的这一块的话，其实学生来找我们比例的部分其实逐年增高。为了改善青少年的情绪困扰，去年开始学生会当请身心调适假，不过实行较大，根据统计，使用的比例只有6%。这个假确实能够提供给我们一个有机会可以喘息休息的空间。那在请这个假的过程，其实另外一方面可以让老师知道说，如果我真的心情不好的话，我请了这个假，可能老师也可以更有机会可以来了解跟关心我。有将近一半有4成5的比例的孩子告诉我们说，他在请身心调适假的时候遭到阻碍或者被刁难、被关切。嘛有学生表示，若共时间要面对学校和父母的压力，就会感觉学校甲厝内拢无安全。心理师认为，家长是关键，建议家长爱加去关心囡仔伫咧想啥。我觉得还是有一个关键啊，就是如果家长比较可以愿意站在多一点理解孩子的角度来，并且听有给出一些时间跟意愿去听听孩子怎么说，跟他遇到的困难，我觉得光这个愿意听这件事情本身，对于孩子就是一个很大的支持。儿童福利联盟嘛呼吁教育部加强宣导身心调适假，因嘛推出免费的赖专线，提供予有需要的学生会当上线顶讲心事。记者陈心彤、谢桂玲台北报道。